在于使管理达到最高境界，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达到最高境界都可以啊。在于管理可以不要也可以，在于达到最高境界。我看我们修身也好，做官也好，就是这三条：弘扬光辉平等，亲近人民大众，在于使各项工作，使自己管理工作各项工作达到至善，至是最高嘛。善是好嘛，最好就达到最好的水平，也可以这么翻译，使我们的各项工作达到最好的水平，最高的水平。至是高嘛，是吧？第一个止是就在这个地方嘛，是吧？达到的意思，最好的水平，最高的水平。所以很多企业把这个至善作为企业的目标，就是最好的水平，最好的效果，最好的效益，是吧？我认为大学问，特别是做官的人修身治国，你主要目标就是三大，下面就来阐述了，是吧？知之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是吧？后面就要阐述怎么来做到弘扬光辉平等，怎么做到亲民，怎么做到治国，一章一章来阐述。最后阐述，你看最后30章生财有大道，专门讲怎么管理财富，怎么管理财富啊，是吧？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，很难解释的，这一句很难解释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；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第5章你没看到是吧？可以翻到书第5章。这一章怎么讲呢？本乱就是道德这个根本，道德是人的根本，这个本是指人的根本。你这个人的道德的根本坏了，而想来治理国家，治好国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谓之有也，否也，否是否定了，没有了，是吧？一个人的道德根本都没有了，都乱了，而想要治理国家平天下，否也，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好，后面一句，厚者薄，薄者厚。厚就是重视，薄就是轻视放弃，是吧？厚是重视，薄是轻视，在这里做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个话就很好解释嘛。应该重视的大事都被轻视，本应该轻视的小事反而被重视，这种治理天下的方法是从来不会有的，也不会成功的。我们在座的，你看你是怎么修身吗？你怎么去管理企业、管理学校吗？应该重视的你不重视，不应该重视的你重视，怎么治好单位、治好国家呢？所以我讲大学是管理学的一部最高水平的管理学著作啊！你看讲得多好，治国修身齐家讲得多好，是吧？一个人的道德是根本啊，道德都乱了还能够治国吗？不可能。应该重视的东西你否定，也可以做否定，不重视。应该不重视的你结果花很多精力去重视，你怎么能够治好国家，治好一个单位啊，治好一个学校呢？是吧？好，第3句，第6章的第3句，这个很难解释，有一些争论，是吧？实际呢，我的理解是前面解释了啊，是解释了。故事贴之明命，故事就经常
经常，故在这里做经常，经常注意上天赋予的弘扬美德的使命，弘扬道德的使命。你看，我们《诗经》里面专门有句这个话，要经常注意上天赋予弘扬美德的使命。我们在座的各位啊，我们要大家弘扬传统文化，弘扬经典，就是弘扬传统美德嘛。我们大家要经常的注意到思考，是吧？要提醒自己，上天赋予我们弘扬美德的使命啊。第4句话啊，叫做穆穆文王于鸡兮敬之，于鸡兮敬之，鸡兮。第9章，穆穆文王大家都知道，指的周文王。仪表穆穆是仪表堂堂端庄，叫仪表堂堂，光丈恭洁，叫做穆穆，是吧？仪表堂堂也可以，我把它写在一起，更加强调仪表堂堂、端庄恭洁、谦恭的周文王，他光明的美德啊，鸡兮是光明嘛，是吧？博大嘛，鸡兮是博大光明嘛，是吧？他光明的美德啊，敬之，人们无不崇敬啊。周文王，你看，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怎么评价周文王？周文王是大圣人呐！啊，伏羲做八卦，他把他推算成64卦。而且周文王治理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思想，礼，周文王在这里达到最高水平，是吧？孔子讲的服礼，就是要恢复到周朝的礼。周朝的礼是谁创造的？周文王。周文王，是吧？你看，所以来赞扬周文王啊，仪表堂堂、端庄谦恭的周文王，他光明的美德啊，人人无不崇敬，是吧？第5句话叫做瞻彼其乐，律主一仪。我在讲课的时候，学生啊，就这句话很难理解。我在全国各地讲大学啊，大家认为这一句话很难，实际来呢很简单，你把几个字一疏通啊，叫非常简单，是吧？瞻，高瞻远瞩嘛，远望嘛，是吧？瞻嘛，前瞻性就是你要前面看的